嫔妾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姐姐向来理直气壮，何来有什么罪？嫔妾是受齐妃娘娘指使啊，娘娘恕罪。是吗？之前富察有多么嚣张，他今天就有多么的狼狈。原来他看甄嬛失宠，就开始挑唆齐妃殴打对方。可没想到甄嬛掌握了流量密码，竟利用蝴蝶飞舞就重夺圣宠。这天，甄嬛故意在半路等着富察贵人，并邀请他共同欣赏冬日的雪景。此话瞬间让富察菊花一紧，莫非甄嬛想要报复自己？一想到还是17岁的花季少女，甚至科目3都没学会就遭遇不测。但由于甄嬛得宠，他又不敢得罪，因此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此事。而甄嬛聊着聊着，就将话题引到了吕后身上。她说昔日戚夫人得宠就开始目中无人，甚至还妄想着扳倒吕后独享圣宠。可结果戚夫人被砍去4肢和割掉口鼻，而且吕后还将她扔到厕所当成了人质。若是年妃在长街受人欺凌，不知会如何报复呢？以年妃的心性儿，若此事当真，即便不让她受人质之刑，那也让她生不如死啊！这人质浸泡酒缸啊，这个叫罪。主仆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，而富察竟被吓得当场晕了过去。而旁边的曹贵人不想成为边角料，于是他立刻表示华妃经常拿孩子要挟，才会不得已3番4次的对甄嬛动手。其实我是心在曹营身在汉，只要你不计前嫌，我必会重新选择。他还将华妃所有的秘密说了出来。如此，曹贵人审时度势加入了甄嬛团队。然而富察醒来后却变成了神经病。熹妃见状，连忙询问宫女发生了何事。就是前几日和婉嫔娘娘还有曹贵人说话，我就晕在了里头。乔主一醒来就成了这样。我不要做这事。此刻，齐妃仿佛看到天使在向她招手，强烈的求生欲让她马上去找甄嬛赔罪。而甄嬛觉得齐妃是受了富察的蛊惑，所以她派人告诉齐妃此事到此为止。如果齐妃有觉悟，她应该积极投靠甄嬛，也不会以后发生被皇后算计的悲剧。随着甄嬛得宠，她的才能也显现了出来，不过也遭到了太后的训斥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以妃嫔之身干预朝政！太后，哀家问他呢，追封太妃一事，你有多少参与其中？臣妾愚昧，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，才敢略说1、2句话。此话一出，让眉庄感到不可思议。甄嬛明明和华妃势不两立，又怎会反过来帮助对方？起初玲珑告诉她还不相信，直到甄嬛亲口承认后，她才信以为真。虽然此事的原因不方便透露，但甄嬛还是希望她能理解自己。可眉庄却对甄嬛的做法伤透了心，毕竟华妃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当然，这才是玲珑最希望看到的结果。皇上喝盏茶，以平平肝火。你怎么不问问朕为什么生气？等皇上气消了，想告诉臣妾时自然会说。你自己看看。原来敦亲王仗着军功在身，竟要求皇上追封他的生母为皇太妃。但敦亲王的母亲被先帝打入了冷宫，因此皇上断然不会违背先帝的旨意。然而敦亲王刚上完奏折表明来意，年羹尧就奏请皇上支持敦亲王想法。而年羹尧的意思非常明显，如果皇上不解除对妹妹的禁足令，那么他就转身投靠到敦亲王身边。虽然皇上对年羹尧的容忍到了临界点，但目前西北的战事还需要他运筹帷幄。就在皇上为此大动肝火之时，甄嬛便给老四出了一个主意，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，加以封号，加封宫中各位太妃。不错，还要追封他的生母，朕就诸位太妃都加以尊号，如此前朝后宫皆无异议。甄嬛还告诉皇上，为了国家社稷，她愿意做出牺牲，让华妃重见光明。于是当晚，皇上就恢复了华妃所有权利。而此时的华妃听闻大哥在朝廷遭到非议，为了保证年羹尧在朝廷的地位，她居然安排贴身宫女去勾引皇上。朕记得你叫宋之。